今日我哋就開講《三國演義》第11回，劉皇叔北海救孔融，呂溫後濮陽破曹操。呢一回，我哋嘅絕對主角，到處打工嘅劉皇叔劉備，將會迎嚟佢人生事業嘅第一個大轉折。而另一邊廂，曹操喺前線殺得興起，後方老巢竟然俾人無情偷家，仲會上演一幕三國史上最經典、最驚心動魄嘅世紀大走佬，高學歷 KOL 大鑊了，北海孔融被爆波。話說徐州被曹操圍到好似鐵桶一樣，陶謙無計可施，唯有派手下嘅謀士糜竺，呢個人日後係劉備嘅大金主，出去揾外援。糜竺一路狂奔，去到北海郡、今山東一帶，揾邊個？揾當地嘅刺史，大名鼎鼎嘅文人 KOL 孔融。講古佬插嘴，各位街坊，呢個孔融係邊個？就係小學教科書裏面孔融讓梨嗰個神童啊！佢係孔子嘅20世孫，妥妥嘅高學歷、高智商文人。但可惜，佢同王允一樣，寫文做 KOL 就頂級，講到打仗就真係零分重考。糜竺一見到孔融，撲通一聲跪低，孔大人，曹操發咗瘋要血洗徐州，求你老人家看在天下蒼生份上，帶兵去救下陶謙大人啦！孔融份人好講義氣，一拍大腿，陶謙乃是仁人君子，曹操咁樣搞法，直頭係恐怖主義。好，我即刻點兵去救。點知詔書都未寫好，北海城外突然沙塵滾滾。原來當年被聯軍打散嘅黃巾賊殘餘勢力，由大頭目管亥帶領幾萬個爛頭卒，好似蝗蟲咁將北海城圍到水不通。管亥喺城下大敲：孔融老頭，聽聞你北海大把糧草，即刻交1萬石糧米出嚟，老子就放過你。如果唔係，攻破城池，全城陪葬。孔融企喺城樓望落去，城外密密麻麻，全部係賊兵，自己手下班守關嚇到抖震。孔融個心咚的一聲，大嘆一口氣，我諗住去救人，點知自己先俾人包波，天亡我也！神級新星打破無間道，太史慈單兵突圍，就在北海城危在旦夕，孔融準備收便當嘅時候，城外突然殺出一員悍將。只見呢個後生仔手持雙槍，背負長弓，一馬當先衝入幾萬個黃巾賊陣營裏面，好似一條銀龍咁左衝右突，手起刀落，硬生生喺萬軍之中殺開一條血路，衝到北海城門口大喊：開門，等我入嚟幫手。孔融一睇，呢個邊個嚟㗎？咁猛！入城一問，原來呢個小將叫太史慈，外號神射手。太史慈東萊人也，佢阿媽長年喺鄉下受過孔融嘅照顧。太史慈呢次返鄉下探老母，聽聞恩人孔融被圍，佢阿媽同佢講：仔，做人要知恩圖報，依家孔大人大禍，你即刻去幫手。太史慈真係孝順仔，二話不說拎起兵器就衝過嚟。太史慈對孔融話：大人，城內兵力太少，死守唔係辦法。我睇得出黃巾賊雖然人多，但全部係烏合之眾。你寫封求救信，我太史慈單槍匹馬衝出去，幫你揾外援。孔融話：外面幾萬人，你一個人點衝得出去？太史慈冷笑一聲，展現出三國頂級嘅大心臟。第二日一早，佢帶埋弓箭，單人匹馬衝出城門。黃巾賊一見有人出嚟，幾百個騎兵即刻圍過嚟。太史慈面不改容，勒定馬匹，將弓箭拉到好似滿月咁，收一箭射過去，衝喺最前嗰個黃巾賊頭目當場眉心崩裂，倒地身亡。太史慈連環放箭，箭箭穿心，嚇到班黃巾賊一時間唔敢行前。太史慈趁呢個空檔，雙腿一夾馬腹，好似一陣風咁衝破重圍，全速走佬去揾外援。佢去邊度揾？佢去左平原縣揾當時喺度做緊縣令，冇乜兵馬但名聲在外嘅劉備劉皇叔。劉備大喊：佢認識我，
神級外援趙子龍過檔，平原縣衙門內，劉備、關羽、張飛正喺度飲酒，太史慈滿身鮮血衝進來，撲通一聲跪低，遞上孔融嘅親筆信，大喊：劉縣令，北海孔融大人被黃巾賊圍困，危在旦夕。孔大人一早聽聞劉縣令係當世英雄，大漢皇叔特登派我太史慈衝破重圍，前來求救。劉備一聽，成個人由凳度跳咗起嚟，滿臉不可置信，轉頭同關羽、張飛話：哇靠！孔融呢種天下聞名嘅大文豪、高級 KOL， 佢竟然知道世界上有我劉備呢個人。講古佬插嘴，各位手足留意劉備呢個心理，佢當時只係個編草鞋出身，寄人籬下嘅小縣令，一聽見大 KOL 提起自己個名，簡直好似中咗六合彩咁興奮，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。呢個就係政治明星嘅威力啊！劉備整個人熱血沸騰，大喊一聲：孔北海既然當我係兄弟，呢個波我接定啦！但問題嚟啦，劉備當時手下只有精兵3000，要去衝幾萬個黃巾賊，好容易送人頭。劉備一咬牙去揾佢當時嘅大老闆北平太守公孫瓚借兵。劉備對公孫瓚話：老闆，我想去救孔融，借2000兵馬俾我。公孫瓚為人小氣，話孔融同你非親非故，你去湊咩熱鬧，兵馬就冇啦，你自己搞定。劉備見借兵唔成，眼光一轉，望住公孫瓚身後嗰個企得不挺、手持銀槍嘅白袍神將。劉備心生一計，拉住公孫瓚隻手話：老闆，兵唔借都得，但我實在太中意你身後呢位趙子龍將軍啦，不如你借佢俾我當外援，陪我走一趟，點話？公孫瓚覺得借一個人冇乜所謂，就點頭答應。講古佬拍大腿大笑：公孫瓚啊，公孫瓚，你真係全三國最雙失嘅波隊經理，你將全 server 最強嘅神裝外援 SSO 趙子龍借俾劉備，你估劉備仲會還俾你咩？呢一借真係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頭啦！劉備執到寶，帶住關羽、張飛同埋神級外援趙子龍，帶領3000兵馬，浩浩蕩蕩殺向北海。來到北海城外，管亥看見劉備幾千人馬，根本唔當佢哋係一回事，親自提刀出馬。張飛正想衝出去，關羽一橫青龍偃月刀：細佬，等我嚟，幫皇叔打響個名堂。關羽拍馬舞刀直取管亥，管亥舉刀離迎，兩馬相交，只聽當當兩聲，到了索個回合，關羽一記神級力劈華山，青龍偃月刀化作一道青光，撲哧一聲，管亥連人帶馬硬生生被關羽一刀劈成兩半。大佬死咗，幾萬個黃巾賊嚇到當場散班，四分五裂。趙子龍、張飛趁機帶兵衝殺，北海之圍瞬間被解。孔融大喜，大開城門迎接劉備，兩個人相見恨晚。解咗北海之圍後，糜竺在席上哭訴徐州嘅慘狀。劉備聽完，一臉正氣話：陶謙大人是個仁義之人，曹操因為私仇就屠殺全城百姓，簡直係魔王暴行。孔大人，我劉備決定去徐州幫手。太史慈因為要回鄉照顧老母，依依不捨同劉備告別。日後佢去咗東吳做孫策嘅王牌，而趙雲亦要跟規矩，暫時返去公孫瓚度。臨走嗰陣，趙雲拉住劉備隻手，眼淚汪汪話：玄德公，我知公孫瓚非明主，他日有緣，我趙子龍一定過檔，一世效忠玄德公。劉備帶埋孔融借俾佢嘅幾千兵馬，正式向徐州前線進發。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曹操前線收背刺，劉備嚟到徐州城外，看見曹操幾十萬大軍安營紮寨，星期八日殺氣騰騰。劉備知硬碰硬等於找死，於是決定先禮後兵。佢寫咗封親筆信，派人送入曹操大營。
信裡面嘅內容好得睇，大意係曹將軍，你老豆被殺，我都好同情，但殺太公嘅係張海呢個土匪，同徐州百姓無關。陶謙大人一早知錯，正所謂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將軍不如退兵，放過無辜百姓，全天下都會讚將軍寬宏大量。曹操喺帳篷裡面睇完封信，氣到整個人要炸開，拍案大罵劉備係咩新鮮蘿蔔皮，一個編草鞋嘅鄉下仔，居然咁寫信嚟教我做嘢，仲叫我做人留一線。老子今日就先殺你呢個信差，再攻破徐州，連你劉備一齊斬，謀使國家連忙拉住曹操。主公冷靜，劉備帶兵嚟救徐州，擺明係想賺名聲。我哋如果殺咗信差，正中佢下懷，不如先敷衍佢。話都未說完，突然帳篷外面傳嚟一陣急速到直頭想拆天嘅腳步聲，一個滿頭大汗，神情慌張到極點嘅探子撲通一聲撞入嚟，跪在地上大喊：主公，大事不好啦！我哋嘅兗州老巢被呂布無情偷家啦！講古佬插嘴，各位手足，名場面嚟啦！這就叫做後方失火，趁你病攞你命。原來第一戰神反骨仔呂布，自從被李國志打出長安之後，帶埋貂蟬到處流浪。經過兗州嗰陣，曹操手下嘅大謀士陳宮當年救過曹操，後來因為看穿曹操自私而離去嗰個陳宮，因為對曹操屠殺徐州感到極度反感，決定實行無間道，暗中聯絡呂布，做內鬼開城門。呂布呢個人物打仗敏捷到爆燈，喺陳宮嘅神級指揮下，西涼鐵騎好似風捲殘雲咁，在短短幾日之內，將曹操嘅大本營兗州、濮陽通通攻陷，搶走了曹操9成嘅地盤，依家只剩低鄄城等3個小地方由荀彧、程昱拼死死守。曹操一聽，整個人好似被潑了一桶冰水，全身涼晒，額頭冷汗直流，心諗：哇靠！老子喺前線打得高興，呂布條反骨仔居然去偷我個 server。如果老家冇咗，我呢幾萬大軍就變成冇根嘅野狗啦。曹操雖然恨死陶謙，但相比之下，老巢重要得多。國家即刻出計，主公，依家我哋必須即刻回兵救老家。但如果直接退兵，會顯得我哋驚咗呂布，有失威風。不如我哋順水推舟，寫封信給劉備，就話看在劉皇叔嘅面子上，老子今日大發慈悲，暫時退兵，咁樣既能安全撤退，又能送個順水人情俾劉備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曹操一拍大腿，好計。於是曹操即刻回信俾劉備，扮晒大方話退兵，然後連夜拔寨起兵，幾十萬大軍好似瘋狗咁往兗州方向狂奔回救。徐州之圍竟然因為呂布一記無情背刺，莫名其妙禁解咗。劉備劉皇叔真係一戰成名，白白執咗個救世主嘅頂級光環，真香現場。陶謙3讓徐州，劉備神級影帝式拒絕。曹操退咗兵，徐州城內開香檳慶祝。徐州牧陶謙拉住劉備隻手，眼淚汪汪，感動到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二日，陶謙喺府上大排筵席，請齊徐州所有嘅豪將官員。飲到半醉嘅時候，陶謙突然站起身，走到劉備面前，雙手捧住徐州牧嘅大印，大聲宣：各位徐州嘅父老鄉親，我陶謙年事已高，而且這次差點害死全城百姓。劉玄德大人乃是大漢皇叔，仁義名震天下，這次更是不遠千里前來拯救我哋。我陶謙自願退位讓賢，將成個徐州牧嘅寶座、地盤、兵馬，通通無條件送俾劉備大人。請玄德大人不要推辭，救救我徐州百萬子民。講古佬插嘴，各位手足，呢個就係歷史上最出名嘅陶謙3讓徐州第一 part。成個徐州啊，當時全中國最富庶，
人口最多嘅一塊大肥肉。陶謙竟然拱手相送，換作係你當場大喊真香接過來啦，對不對？但偏偏我們的主角劉備係個神級嘅政治影帝。劉備一聽嚇到連手中嘅酒杯都掉喺地上，面色大變，連忙倒退3步，撒手兼擰頭話：陶大人，你呢個係想陷我劉備於不義啊！我劉備這次帶兵前來，純粹係為了公理，為了拯救徐州百姓，絕對沒有一絲一毫一分一秒想圖謀大人地盤嘅私心。如果我今日拿了你個大印，天下人實鬧我劉備係成人之危、謀財害命嘅小人。呢個大印我死都唔會拿。關羽、張飛喺旁邊睇到對眼都直埋。張飛心直口快，喺後面細聲的咕：大佬，人哋送禮俾你做咩唔拿？眼蒙天天流浪，連個落腳點都冇。劉備轉頭狠狠瞪了張飛一眼，大喝大膽，你再多嘴，老子治你個欺君之罪。張飛嚇到即刻收聲，糜竺、陳登等徐州官員紛紛跪低獻劉備。劉備王樹就誓不肯拿，演技逼真到極點。陶謙見劉備態度堅決，唯有退而求其次，哭着曰：玄德大人如果不肯做徐州之主，那城外不遠處有一個叫小沛嘅小城池，求將軍暫時將兵馬駐紮喺小沛，當作我徐州嘅衛星防線，幫我哋守住門口，等將軍回心轉意再作打算。點話？劉備這才點點頭，一臉勉為其難話：既然陶大人咁講，我劉備如果再推辭就顯得不近人情啦。好，我暫時幫大人守住小沛。於是劉備帶兵進駐小沛，開始招兵買馬，終於有了自己人生第一個名正言順嘅創業基地。世紀大走佬曹操濮陽中火計，呂布皮鞭敲頭盔。畫面切換到最精彩、最火爆嘅兗州濮陽戰場。曹操幾十萬大軍殺回老家，發現呂布已經喺濮陽城等緊佢。兩軍對壘，曹操指着呂布大罵：反骨仔，我同你無仇無怨，你做咩偷我個 server？ 呂布哈哈大笑：天下地盤有能者居之，憑咩淨係得你可以領？廢話少說，直接開打。第一場仗，曹操派出大將于禁、樂進圍攻呂布。呂布冷笑一聲，手持方天畫戟，坐下赤兔馬化作一道紅色閃電，在戰場上橫衝直撞。于禁、樂進兩個人加埋，竟然被呂布3兩下打到甩褲，狼狽敗退。呂布率領西涼鐵騎一個衝鋒，曹軍大敗，退兵30里。曹操個心一震，呂布這隻野獸正面硬碰硬，真的打唔過，只能用計。點知曹操想用計，呂布身後嘅大軍師陳宮智商比曹操還要高。陳宮使出一招將計就計加引蛇入洞。陳宮揾咗濮陽城內一個姓田嘅超級富豪，叫佢做無間道，寫封密信俾曹操：曹將軍，呂布生性殘暴，濮陽百姓恨死佢。今晚呂布帶兵出城巡邏，濮陽城內空虛，我會在城樓上點火為號，開城門迎接曹軍。將軍快嚟！曹操睇完信，大喜過望，天助我也！佢帶領手下最強大嘅猛將典韋，夏後親自率領主力部隊，在深夜悄悄摸到濮陽城下。到了半夜，城樓上真的咣一聲燃起大火，城門緩緩打開。曹操一馬當先，大喊：衝啊！奪回濮陽！帶領大軍瘋狂衝入城內。一衝入城，曹操突然發現整條街靜悄悄，連個鬼影都冇。曹操心頭一震，暗叫不妙，大禍，中伏啦！話音剛落，只聽城門口轟隆一聲，千斤閘板狠狠砸落嚟，將曹軍嘅退路死死封鎖。隨後四面八方嘅城樓、街道，無數火把、火箭鋪天蓋地咁射落嚟，整座濮陽城瞬間化作一個巨大嘅終極火窟。
漫天大火，濃煙蔽日，殺啊！呂布親自帶領無數兵馬，由四面八方包抄過嚟，曹軍頓時亂成一鍋粥，死傷無數。大將典韋手持雙鐵戟，在火海中拼死殺開一條血路，衝出城門，到外面一睇，大喊：主公呢？主公沒出來啊！典韋又瘋狂咁衝回火海裏面揾曹操。此時嘅曹操喺城內被大火逼到走投無路，佢身邊嘅保鏢通通死光，自己坐騎嘅毛髮都被火燒到吱吱作響。曹操滿臉通紅，用衣服遮住面部，在濃煙中慌不擇路咁狂奔。就在呢個時候，前面大火中一匹紅色嘅神馬衝了過嚟，第一戰神呂布手持方天畫戟，威風凜凜咁破火而來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大喊一聲，最驚心動魄嘅名場面嚟啦！曹操一抬頭，看見呂布那尊殺神就在眼前，嚇到個心差點跳了出嚟，全身汗毛直豎。佢自知武力值為零，如果被呂布認出嚟，絕對係一擊刺死，當場收便當。曹操危急關頭使出一招極限影帝級心理戰，佢即刻低下頭，用衣就遮住半邊面，扮晒係一個普通嘅走佬小兵，撥馬想由呂布身邊擦身而過。呂布騎住赤兔馬行到曹操身邊，因為火太大，煙太濃，而且曹操遮住塊面，呂布竟然真的認唔出呢個就是曹操本人。呂布用手中嘅馬鞭狠狠敲了敲曹操嘅頭盔，大聲問道：喂，兵仔，老子問你，曹操那條狗賊往邊個方向逃跑了？快講！曹操隔住衣袖，心入面狂跳到200下，表面上卻裝作驚慌失措，用手指指住反方向，大喊：將軍，曹操喺那邊，那個騎住黃馬，穿住紅色披風往前面跑嘅就是曹操，將軍快去追啊！呂布呢個沒大腦嘅戰神一聽覺得好有道理，大敲一聲：多謝巴打，然後一甲馬腹，騎住赤兔馬，好似一陣風咁往反方向瘋狂追殺過去。曹操看見呂布走遠，整個人差點癱倒在馬上，佢拍馬往相反方向狂奔，一路上頭盔被燒焦，手臂被燒傷，在城門口遇到拼死殺回來的典韋，典韋護送曹操，連滾帶爬咁衝出濮陽城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曹操雖然濮陽大敗，幾乎送命，但他到底是個打不死的梟雄。回到大營，佢一邊擦燒傷藥，一邊咬牙切齒：呂布、陳宮，你哋今晚燒得老子好慘啊！呢個仇，我曹孟德誓要百倍奉還。一場世紀火攻，大魔王曹操險些喪命，反骨戰神呂布濮陽稱雄，而進駐小沛嘅劉備又會喺呢個軍閥大混戰嘅夾縫裏面，引發出怎樣驚天動地嘅大事業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屠公早3樣徐州，曹孟德大戰呂布，保證比呢集仲要激燃，仲要精彩。留言區大會堂一齊吹水。聽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？呂布用馬鞭敲曹操頭盔，問曹操喺邊度？曹操指錯方向，成功走佬。呢個係咪全三國最搞笑、最命大嘅名場面？劉備死都唔肯接受陶謙送嘅徐州大印，你覺得佢係真嘅正人君子，定係擺明演技爆棚，想賺取天下人嘅好感？公孫瓚將超級神裝外援 SSR 趙子龍借俾劉備，結果一借不回頭。你覺得公孫瓚係咪全三國最悲劇嘅波隊經理？無論你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或者想討論邊個情節，通通寫晒落下面評論喲。好啦，今日呢回就講到呢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睇到呢度嘅都係真兄弟、真姊妹。如果你中意聽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俗語講三國，覺得聽得過癮嘅話，依家就動一動你嘅金手指，幫手點讚 like、share 俾你班手足，同埋最緊要訂閱 subscribe 埋我。
開埋個小鈴鐺，咁先可以第一時間返嚟繼續追看。仲有啊，睇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，或者有邊個細節想知多啲，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無論你係想討論邊個武將最強，某個計謀係咪真係咁神，定係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通通寫晒落評論區。我哋之後嘅影片除咗講古，亦會親自出嚟為大家解答三國嘅各種大細難題。多多留言，一齊吹水。我哋下集古仔仲精彩，同你唔見不散。拜拜。